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可客栈，哈哈哈！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台湾的哈嘎宁。说到台湾的哈嘎宁，虽然由来可能非常早，早到可以跟荷兰人做朋友，但当时大多数台湾的客家人一开始还是不会称自己是客家人。1683年，中国的大清国政府派了施琅使出天残脚，把台湾的正式政权飞踢以后，就自己开心心的展开治理台湾的工作。但是又担心受怕台湾变成反清复明的基地，所有在正式政权治理过的汉人，又通通赶回了中国原乡。之后汉人想要再迁到台湾，都会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条件限制。施琅甚至觉得广东、潮州、惠州这些地方的汉人好坏，可能还有过去正式海贼的习惯，所以这些地区的人民一开始就被完全禁止来台湾，这就是著名的渡台禁令。这些中国沿海各省过来的外来移民，并没有在家靠父母，出外就靠朋友的一家亲，反而整天打闹鸡犬不宁。因为这些移民还有着原乡菜刀锄头满天飞的习惯，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闽粤械斗。其中左边的闽是我们来自福建省的移民代表队，右边的粤选手则是我们来自广东的移民。而闽粤这两群小宝贝儿，就是台湾当初最主要的两群移民。我们今天说的客家人，大部分都是来自广东省的移民。这些移民蹦来到台湾，还是不忘在中国的习惯。科举考试依然是他们茶余饭后凝聚在一起聊天的理由。台湾离福建省比较近，当时也就被归属在福建省的行政区域，所以本来台湾参加科举的学儿，也都是给福建省来的移民。那来台湾的又不止福建省的移民，广东省的移民也非常多啊。最后经过广东地区移民的争取再争取，政府才让闽粤双方有各自的考试学额。但广东省来的粤民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参加粤籍学额的科举考试，必须同时拥有居住在台湾和祖籍地的双重认证，才能在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参加粤籍学额的科举考试。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，客家人还是普遍拥有追溯祖籍堂号的由来啦。迎春筒和毛书筒济南筒，这项让闽粤考试分开的政策，虽然是短期内稍舒缓了双方的纷争，却让原本已经有一点明显的闽粤省级区分，又再套一个制度的分类帽，闽人在左边，粤人在右边。这也让闽粤之间的界限和对立，随着时间越来越强，情绪累积越来越多，让原本在中国就有的械斗习惯，一路铿锵打到台湾来。虽然这些械斗表面上看起来是两种省级的对抗，但实际上双方都是以语言作为族群划分的方式。你是不是咱的人啊？是啊，嘿，去干赢么？嘿呀！而整个武林就成了讲吼罗维和哈拔的两大群侠大决战。也因为是语言做划分，使得原属粤籍讲吼罗维的潮汕人跑去同样讲吼罗维的闽阵营，而原属闽籍讲哈拔的汀州人也同样离开闽的阵营，跑到讲哈拔的粤阵营。这样跑来跑去的结果，使得闽粤这原本看似以省级为区分的冲突，慢慢变成了以文化为区分的冲突。而这种在文化和语言上的粤人认同，到了今天就慢慢变成了对于客家整个族群的认同。叽里呱啦说到这边，其实台湾客家的形成还有好多其他哆瑞咪发的因素，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客家人都跟你在那边同花季，每一个客家人都在这边拜义民爷，而是各地文化大不同的集合体呀。好的，那咱们客家的文化到底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呢？咱们客栈就下回揭晓喽，拜拜。原来台湾的客家人也是这样一圈而来的呀。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嘛。没错，谁有妹啊要来打假么啊？打什么打？你是说我来演假么？没错啦，就是这样啦，我来玩假么啊。你给客家话先好好讲讲吧。